每日隨機鎖匙盤，今日揀邊條好呢？角落頭就揀你咯。上到嚟呢個放租24,000蚊嘅 LP63房單位，一入門口咧就見到一個好好用嘅緊廚房，三邊工作台設計，空間咧都十分之闊落。咁而入門口第一個位置咧有個唔錯嘅玄關位，可以放到一個大嘅鞋櫃。咁所以入到嚟咧私隱度唔錯，唔會一入屋就見到你成個單位做緊咩。咁景觀方面咧，呢個單位坐向正南，就係望向一片都幾闊嘅海景。咁前面呢部分咧，就係我哋將軍澳以前成日叫嘅工業村，而家嘅創新園位置。咁基本上咧，見到大部分都係一啲數據中心之類。咁如果有睇新聞女王，呢個就係 STP 中心啦。咁而後面呢個位置咧，就係石油華康城附近嘅137區，其實都幾遠嘅。好啦，咁我哋望下啲浴室咯喎。咁呢隻636尺咧，其實第一個廁所會係冇乾濕分離嘅設計啦。咁純粹俾你多人肚痛嘅時候爭廁所用嘅啫。咁第二個咁就會係標準啲一個浴缸式設計嘅一個浴室。咁而呢個單位最正係咩呢？3個房間同廳咧，全部係同樣方向，大家都係望正南嘅海景。咁美中不足就係咧，主人房會有個工作平台，咁所以放床嘅時候咧就要騰過少少啦。唔知呢隻細3房正南海景你又啱唔啱用呢？24,000蚊，我覺得幾抵㗎。